防部长顾立雄上任无到1个月，就提出改革国军的行动力。伊强调会用减法的方式来取消一寡规定，要让阿兵哥会当专心伫人员的装备训练，也有战术的训练。陆战术是较早越南新训的主要科目。不过，最近国军加强实战化训练，一年期义务役加入近战激斗得到肯定。国内真侪年来拢有废除陆战术的声音。美国、日本虽然拢有陆战术，不过用途较晚近实践。国防部长顾立雄上任了后，快速进行国军改革，切到正式要取消传统的陆战术。传统那个突刺的那种比较不具有近战格斗的部分呢，我们会加以取消。上任较无1个月，顾立雄展现行动力，让国军专心建训本务，其他用减法来处理，包括政府主管留台规定开放常态，取消官兵出国对团的规定，开放自由行，官兵休假改做有代志则汇报，陆军官校校庆免搁踢正步。逐一来检讨哪些部分，那我们用减法的方式来取消，那专注于这个人员装备训练这个部分的战训。针对国军第1级的标准，顾立雄表示，强军若是攻击国军基站设施，也是攻击台湾本岛、外离岛，或者是无经过许可进入12海里领空领海，都会当下令国军行使自卫权。另外，中共导导的方式完成 M503航路开通金湾海峡中线，陆委会委托学者完成2份报告，提起要赶紧制定军用航空法。军用航空法的制定，或者是它的方向等等，那就要看国防部怎么做。针对厦门松安机场2026年启用营运了后，未来金厦海空域定态的程度大，影响台海空防。顾立雄表示，军用航空法也搁伫审议，有待看部会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